社會來關心今日風台包圍上新的情形。目前七級風的暴風半徑是有380公里哦。風台按算講會佇拜五、拜六通過台灣東北部的近海，時到全台灣攏會落雨。氣象署嘛拍算講，上計明仔載日時就發布海上風台警報，明仔載暗時會發布陸上風台警報。拜五的暗時到拜六，風台影響上大。風台來進前，拜三、拜四全台灣攏要真好天，親像湘北地區、中南部、外山區，也閣有花東唱歌可能有到37度以上的高溫。不過氣象署提醒民眾，這兩天就要先做好風台準備。目前風台包圍7級暴風半徑已經擴大到380公里，拍算拜四外圍環流接近，將到拜五暗到拜六，風台就會通過台灣東北方的近海，有過這段時間的風雨上頭。照目前8號颱風的話，目前就是在台灣的東南東方的一個海面上。那目前的一個強度上來講的話，是中心是最大是每秒60公尺這樣的一個強度。從明天開始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颱風就會開始逐漸往這個西北的方向，然後朝台灣的東北方的這個海面去做接近。週五晚上到週六的這段期間，會是颱風影響最明顯的一個時候。根據氣象署預估，台灣各地區未來120點鐘的暴風圈侵襲的幾率，嘉南、雙北和桃園，也閣有花蓮、連江等10個縣市攏超過90%。氣象署指出，包圍是一個真大閣真強的風台，時到風台外來全台灣攏會落雨。氣象署表示，台中以北的山區會上大水河，民眾都要特別注意，一定要量早防災。在明天晚上開始，在桃園以北地區以及宜蘭地區的話，這個降雨情形就開始會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哦。那到了禮拜五白天的時候，基本上颱風的外圍環流就開始會有比較明顯的影響。在迎風面的北部跟宜蘭地區的話，在白天的時候雨勢上就會開始會有逐漸增加，而且風勢會有逐漸增強的一個情形。到時候在西半部地區的一個風雨上來講的話，在這時候會開始會有逐漸增強的一個情形。氣象署嘛提醒民眾，拜三到禮拜受到風台的影響，北海花東半部也閣有恆春甲馬祖攏要注意，各沿海的海湧會有到3米以上。將到風台期間，山區頭白海的淡水可能會發生土石流，所以嘛呼籲民眾莫去到山區甲海邊避免危險。記者郭耀基、林曉凱台北報道。